時光寶貝。喺海底世界有一間小學，有好多海洋動物都喺校內就讀。有一日早晨，小龍蝦揮住佢嘅鉗，急匆匆咁趕路。佢話：快啦，遲到啦！原來今日係學校舉行嘅探險日啊！八爪魚老師搖搖頭話：小龍蝦，你又瞓過籠啦！高年級風紀小海龜指住貝殼中話：時間好似流水，走咗就返唔轉頭噶啦。小龍蝦打住喊路，佢講：我手指好涼啊！我想瞓得陣啊！小龍蝦睇住空蕩蕩嘅教室，佢就話啦：同學去咗探險啦！小海龜遞嚟沙漏，佢同小龍蝦講：送俾你噶，時間就係寶貝啊！小龍蝦面紅紅咁點頭講：聽日我會早到噶啦。呢個故事教導我哋以下幾個道理。第一，時間嘅珍貴。故事呢將時間比喻做流水同埋寶貝，強調時間一去不復返，非常珍貴，提醒孩子要珍惜時間，善用每一分每一秒。第二，佢教我哋守時嘅重要性，透過小海龜同埋小龍蝦嘅對比，凸顯守時嘅重要性。守時唔單止係對自己負責任，亦都係對他人嘅尊重。第三，仲要克服惰性，改變自己。小龍蝦呢，一開始呢總係遲到啊，但係呢，佢最後意識到時間嘅寶貴，並決心改變，努力成為更好嘅自己。第四就係揾到合適自己嘅時間管理方法。小海龜送俾小龍蝦沙漏，暗示呢時間管理可以視覺化，幫助孩子去揾到合適嘅方法嚟管理時間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拜拜。